康比格查切东一个执行康日，今嘛来这个康上，抵达康比格查的几把个时候，我完全拉木耶。头嘛我今年的第一个康比格技能，弄得是哪都记得。第一个康比格查里直播做了，老把喷出大几几连比，你们还啥些为两动，下周没鸟个做拉手这里是月啦。第二个没得这话里，老嘛人间聪明连比，怕有些为两拉手这里是月。但我今年的那个区别弄得了记得。真比的啦也问个你妈啦啥有月，吃多的牛个呢，用着变怎么下去？哪看参着用个你妈啦啥？这瞧着包大啦，等着我才结婚，你妈啦啥？若我每年做，你利用你面真是起来使用。热大土马我今娘的喷出大几几连别利用，你们还啥些玩的了？今年就赢。真比定啦，一万给你忙啦，啥日夜，只读给你我的一万处变中写着，难给zan给。一万给你马拉萨，哦，金恰给布达拉，连长我擦起阿拉山，你马拉山，哦，拉山，若我们。杨醋定了，几度给你忙了，啥强耶？隆隆给几千年，宁些的北路洋人，难给残给。Zidu kini malasa O ya kami no bulinka dinjan si nyang chiu
风吹来泥土的清香，我站在都市望故乡，那里的天空那么蓝，还有养育我的草原。当我再次回到故乡，阿爸的脸庞已苍老，阿妈煮的奶茶飘香，还是那童年的味道。故乡更蓝，我心灵回归的方向。格萨尔赛马的疆场，过庄长袖在飞扬，早晚故里桃烟水乡，大美凌晨游人的天堂，让高山顶祥云缭绕，沿海深湖碧波荡漾，拉卜楞寺名扬四方，藏上江南美酒飘香。故乡更蓝，我心灵回归的方向。这里有广阔草原，这里有雄伟宫殿，这里的人们虔诚去朝拜，这里的深湖斑斓，这里的美酒斟满，这里是青藏东部的甘南。故乡更我心灵回归的方向。爬也甘落了，你南洋吉他没别爬也，你南洋吉他没别爬也。
我心灵回归的方向。门鸟个种呢，把桥南阳的把些这。但我去门鸟为十次节全区当农村节7万钱币，切东旁边13正行把些这些出的嘞。早上咱们都做当早起跟着苦热热闹，门鸟为落地当西ram的月班，先马给把些的。常的我今年的单独中去碰不些，多少种蒙出的在出边上边，门鸟各种的嘞，对不起大家。要不是要你车上地上干嘛上不这个这些的追求把到了苦苦哟。
此别刚日，撒牵跨兰帕回雪吧，是一么啷个拉切松咖喱里松。此夜兰秋龙给塞松让也占松。更加我最见萨拉占比娘克，是一木的刚拉切松咖喱里松。三枪被当送，人把囊送。
第二个问题是同马林巴先看呢，大北京的那个就是粤语主播角度加些话些点多。可以我做了一个叫呢，那个就往给拍人作为国家借用人，拍马并且从这么真的，且把的也加下用的拍一个日期龙生代理真用的，拍一些为了用的几多呢，从马这个只要用于这些面的很多个。老早主播啦，第二场的人家最近去日话的拍一些为了用的从马人不见比，从马个不用啊哟。呀，这么来接，第二个康比改车连车，等您参加联谊，侬把自己把突击切，俺做连车节目弄家用，打错吗？确定？